来继续来看政府6月初1伫6都设立的儿童疫苗注射站，5日节的年假嘛无休困。总统蔡英文录制着5日节的谈话，讲儿童疫苗的到货量比会当注射的5岁到11岁囡仔要搁较侪，所以这个疫苗一定是有够的。 今仔日年假的头一天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嘛甲卫福部长陈时中到中南部来看儿童的注射站。第一站是到台中的科学博物馆，刷落赶落台南甲高雄。伊嘛真感谢医护人员牺牲假期，守护囡仔的健康。 行政院长苏贞昌和卫福部长陈时中，会一到台中市的国立科博馆，选大型囡仔预防车注射站注射进行。 囡仔爸母陪伴来注预防针，那今仔日开始注，主要是5日节年假的头一天，伊要注射的人数比过去更加多。我们台中荣总设的这个施打站，3天来就有5000人，今天就有1000多人已经预约要施打。苏贞昌强调，台中科博馆注射站为6月初开设以来，已经注超5000剂，大大增加囡仔注射速度。前我们还没有接到严重不良反应的通报，所以绝大多数都是轻症，他们自己会恢复。苏贞昌看完台中了后，到罗南去台南市的市立图书馆继续顺注预防针进行，中央重视囡仔预防针注射状况，所以5日节这天，苏贞昌下晝8点半就先来到台中视察，刷了10点半才去台南的图书馆大型注射站视察，再来11点半才去高雄展览馆的注射站了解状况。 重视囡仔的防疫，总统蔡英文嘛强调，囡仔预防针绝对有够。在为止，已经到货的辉瑞儿童疫苗累计共有110.88万剂。现在台湾5到11岁的小朋友有99万是符合接种资格的对象，所以目前的疫苗数量相当的充足。 蔡英文强调，囡仔预防针到货数量绝对有够5岁到11岁囡仔注射，嘛感谢现场辛苦医护人员，伫咧5日节年假无休困，提供快速佮利便注射服务，守护囡仔健康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